你平時食嘢，除咗味道同口感，有冇諗過啲顏色有咩玄機？其實，每種顏色都可能藏住一個健康密碼。尤其係啲紅紅紫紫嘅食物，好似藍莓、紅菜頭、茄子咁，佢哋入面嘅花青素，就係超級抗氧化劑，幫你身體對抗自由基，仲可以護眼添。真係食得又睇得，咁綠色又點呢？梗係代表生機勃勃啦。西蘭花、菠菜、牛油果呢啲綠色蔬菜，主要靠葉綠素嚟進行光合作用。對我哋嚟講，佢哋唔單止提供大量維他命同礦物質，仲可以排毒促進腸道健康，等你全身都充滿活力。橙色同黃色嘅食物，好似紅蘿蔔、南瓜、甜椒，就係類胡蘿蔔素嘅寶庫啦。呢啲色素對我哋嘅視力同皮膚健康好重要，可以幫你抵抗紫外線，令你望落精神奕奕。所以話呢，唔好再淨係食一樣嘢，要餐餐都食齊彩虹，等身體吸收到晒唔同嘅營養。快啲將呢個秘密話俾朋友知啦！